本年10月至11月1號期間，奧海城一期奧斯藝廊舉行名為《獅子山下仲有冇人》劉啟順作品展。次嘅街頭 tour 我哋就好榮幸啦，就請到係 artist 劉啟順先生咧就作導賞嘅，咁我哋俾啲掌聲佢先好唔好啊？多謝。呢個畫展咧係我為香港而創作嘅，因為我覺得有好多我哋香港嘅文化，有好多我哋值得記得嘅嘢，可能我哋嘅藝術界或者冇呢一個記錄喺度，咁我哋想用科畫呢個形式咧去表達一啲我哋傳統嘅概念同埋我哋嘅集體回憶啦。今次展覽主要以繪畫作品為主，展廳以3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更大門一張2米乘2米嘅作品《人之初》，第二部分係20幅較小嘅作品，作品以活潑嘅動物造型，配以畫家童年喺香港所睇過、聽過經典廣告、電視劇主題曲作為創作元素，抒發往日嘅香港情懷。最後，劉啟順以作品孝作最後總結，勉勵觀眾重視孝道。畫家劉啟順5歲跟隨家人由香港移居至加拿大，11歲以夢想成為畫家。佢今次所展覽嘅作品，糅合咗普普藝術風格、中國文字以及色彩鮮豔嘅卡通造型。佢指出，作品具有強烈嘅色彩，目的係吸引觀眾嘅目光，並以此引導觀眾留心卡通造型背後第二層文字嘅意義，使到佢哋喺閱讀過後詮釋作品所表達嘅意念。今次展覽最難能可貴嘅就係畫家劉啟順擔任展覽導賞員嘅角色，佢以第一身嘅角度分享自己嘅創作經驗同埋理念，令到羅桂祥中學一群視藝選修學生獲得參觀以外嘅寶貴經歷。喺過往嘅展覽入面咧，普遍都係由導賞員咧去複述翻藝術家嘅創作意念啦、背景資料等等嘅。但係好難得喺今次嘅展覽入面咧，係由藝術家劉啟順親身去為我哋講解佢自己嘅創作啦。我覺得呢件事咧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可以了解到佢嘅作品啦，同埋佢作品嘅背後意義。